要揾初戀啊！初戀啊！係如果生肖係冇桃花呢，都唔緊要，因為我以下落嚟呢，就為大家咧介紹呢，就係一個名字點樣催旺我哋桃花嘅。嗱，咁我哋介紹下咯，猴年旺桃花運程嘅，只要我哋選擇個有利嘅名字呢，每日寫10個之後呢，就可以令到我哋桃花嗰個緣分特別好嘅。譬如例如咧，用個文字啦、如字啦、林字啦、傑字啦、情字啦、刑啦、期啦、清啦、文啦、兵啦、千同埋庭，咁呢個幾個名字嚟講呢，都旺於女性呢，去求點樣去求一段好嘅姻緣嘅。明星人版有范冰冰，原名周麗淇，入行之後將奇字改成水字部。仲有鍾欣桐，今年都好旺桃花。楊師傅仲話平日用得多都得㗎。